歡迎大家嚟到由社會福利處主辦嘅齊撐照顧者行動全城友善嘉許禮。今日非常之熱鬧喎，見到我哋有超過800位嘅嘉賓同埋朋友出席啊！而我哋嘅朋友呢，係嚟自唔同嘅界別嘅，包括有立法會議員，亦都有區議員，同埋我哋諮詢委員會嘅委員，仲有社福機構、地區組織咁，同埋咧商界嘅伙伴。當然唔少得咧，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啦，就係有照顧者、鄰舍同埋僱主嘅。3、2、1，齊撐照顧者行動全城友善嘉許禮正式開始。咁台上台下咧閃爍嘅星光係象徵住社會各界同埋照顧者攜手同行，為照顧者點亮希望。今年呢個主題咧就係叫做全城為你全程撐。我哋已經由你照顧者嘅自己，就去到你嘅鄰舍，繼而咧就係僱主。可想而知咧，我哋背後嘅想法咧就係想嗰個撐照顧者嘅網咧就越撐越大嘅。咁所以今年嘅全城友善嘉許計劃咧就要表揚一隻感人嘅照顧者啦，照顧者嘅友善嘅鄰舍啦，同埋照顧者嘅友善嘅僱主，三者咧缺一不可。大家齊心協力嘅話咧，係一定揾到方法去為照顧者提供到喘息嘅機會，而且咧通過科技嘅運用，通過我哋一齊去努力嘅話咧，令到照顧者既可以照顧到人，都可以照顧到自己。全靠大家嘅鼎力支持啊！所以我哋先可以齊撐照顧者嘅。希望大家啦齊撐照顧者，將我哋全城友善呢個精神咧，慢慢一步一步延續開去。齊撐照顧者，全城為你。